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1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进前发生网络银行和骇客入侵，非法转钱投入卡超过100万。两个骇客昨暝已经抓到啊，因犯案的方式是伫电话插销的底线当中放恶意的灯饰，民众若是点开来看，因就会当投用网络银行来领钱。有民众前一阵仔查销，发现网络口座的钱去互偷领。被害人想着讲，伊捌点开来源无清楚的简讯来看，可能就是因为安尼，互有心人士偷用口座。佮发现有其他14个人嘛受害。初步统计，互领走的钱超过104万。检调追查，发现姓地甲姓王的2个人有嫌疑，将去搜查，昨暝移送北检复讯。国内将增加8个大病入境的新冠肺炎病例，这也是这半年以来过一天增加上济。为怎样的一困头就增加8例？指挥中心表示，因为国际疫情当咧滚价，加上台湾有开放予疫情当咧严重印尼甲菲律宾籍的移工入境，才一天就增加遐尼济。国内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一直上升，指挥中心宣布13国再新增加8例，其中案例591、592、595到597是2名男性军官甲3名女性移工，年龄在20外岁到30外岁，分别在10月28甲29入境了后，到集中检疫所检疫，11月11甲12检疫期间进行采检，后来才确诊。而案例593是50外岁本国籍女性，7月中到菲律宾探亲，10月29转来台湾，入境时无症状，11月初3北回报有小可湿皮，也有流鼻水症状，不过已经改善无症状。经过评估，无安排就医，在检疫期间进行采检，13确诊。案例594是20外岁本国籍男性，8月中到波兰读册，11月初5陆续出现鼻无味甲脑痛，家己食药无伫当地就医，初10转来台湾，入境时主动讲有症状，伫机场采检，第13确诊。今天有8例，应该是自4月19号之后，就是在一天里面有最多的病例发生。当地的疫情也比较严重，或是说我们目前最近可能有增加这两个国籍的移工的一个进来，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哦。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对11月初9、8月开始到即阵，全台新增加境外移入个案总计达到20例，有增加情形。而且即阵全球每天确诊的病例是愈来愈多，全球总计确诊数已经超过5200万例，每天通报的病例数超过60万例，显示各国疫情也慢慢上升。境外移入个案自然会增加，也互外界关心国内医疗量能是毋是有够。以前如果说是入境就筛检的话，那可能要住个20-30天。但是现在大概我们用这种就是检疫期满前再采检的话，那它顶多住10天，它反而是降低这个医疗的一个量能的一个需求。指挥中心讲，到11月12日，国内负压隔离病房有983床，空床479床；普通隔离病房699床，空床336床；专职病房有1270床，空床1063床。整体来讲，国内医疗量能真有够，正甲中央各部会进行讨论，预计下礼拜3、18就公布跨年活动、边境管理者相关首档的防疫专案内容。记者综合报道。若想要控制疫情，疫苗当时会当就医是重要的关键。为了加速国产疫苗的研发，是药署成立线顶平台，予愿意接受疫苗测验的民众来报名。无到2天的时间，已经超过17000人登记。不过，就有学者质疑讲，政府用记者会方式来招人，亲像是咧拍广告，违反研究的伦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宣布成立疫苗临床试验意愿登记平台，调查新冠肺炎疫苗的受试意愿。若是受试者嘛会当摕到厂商的营养费等等的相关补助。短短无到2天，就有超过17000人来登记。不过嘛引起受试者保护协会甲法律学者的质疑，是由数百发行予国内各大病院甲药厂。规定袂当以记者会方式宣传，不过即马煞公开来招募受试者。就受试者保护来说，它会让民众只看到什么，只看到他可能会有的金钱收益，而忘记风险。那这个是非常违反研究伦理的一件事。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民众
好像把去登记担任这个受试者，当成好像这个国旅补助可以赚大钱一样。主管机关是不是带头作乱，没有去呼吁民众了解这个临床试验是有风险的？有学者认为，公司属是监督管理者的角色，应该严格审查药厂疫苗有效性甲安全性，替民众来把关。但是即马煞机关检裁判，无甲民众讲临床试验的风险甲副作用，根本是带头违法。平台建制，我们是考量到国家，我们这是国家的行为，为了因应公共卫生紧急的状况，为了要保障人民的健康的一个保护措施，不是招募广告，也跟招募广告的本质不一样。小苏杯会记者会，刚才是公布重大事项，政府是提供平台，以各自发给民众来登记，无牵涉广告的部分。嘛强调讲登记了后，无代表讲就一定会成做受试者。厂商的第二期临床试验计划出来了后，除了要经过是药师的审查，而且嘛要通过病院人体试验委员会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肺癌是这几年来拢是咱台湾排伫10大死亡癌症的头名，因为肺癌早期是真歹发现。国健署就建议将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纳入国家体检。伊个补助的族群有食薰、家族内底有人得过肺癌，阁有弱势高风险者等等3大族群。伊个上紧明年6月就会上路。接落来是联合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昨头一遍证实，未来根据国际状况，疫苗的安全甲有效性，提供高风险族群自公费的新冠疫苗，卖开放自费使用。上尾是《苹果日报》，反对有正肉症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国民党强力动员，由咧要20个劳工甲环保等等的团体发起的抗手达，21月22就要登场。镜头来看国外。美国民主党拜登继续咧做就任新美国总统的准备工作，毋但甲参众议院的民主党头人谈话，嘛透过电话接受教宗方济各的祝福。中国官方昨夜头一遍祝福拜登胜选，也若是川普的阵营指控选举作弊，目前也未发现证据。美国大部分的媒体拢认定，民主党的拜登摕到过半的选举人票，赢到总统大选。拜登本人也宣布胜选，也甲几多位国家的领袖通过电话。这里伊甲参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加佩洛西谈话，讨论疫情加经济问题。中国官方也伫咧13祝福拜登。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同时，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拜登也透过电话接受教宗方济各的祝福，讲希望伫咧照顾弱势、气候变迁甲难民问题做伙合作。伫计票的消息，几多间美国媒体报道，拜登以0.3%的票数差距，搁再摕到亚利桑那州11张选举人票。拜登目前以290张领先川普的217张选举人票。对川普阵营指控选举舞弊，美国联邦甲地方的选务官员12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这边大选是美国史上上可靠，无任何证据显示投票系统被删除，或者是选票拍无、变更选票的不当行为。乔治亚州因为双方的票数只敢差14000票，12宣布采用人工方式重新计票，预计伫后礼拜3暗会当完成。对川普唔认输，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一位佩洛西希望共和党莫阁闹啊，赶紧专心处理疫情的问题。Stop the circus and get to work on what really matter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eir health and their economic security. 虽然被看作是看守政府，川普的动作也是正多。12签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由中国解放军持有或者是控制中资企业。最近，川普开除国防部长艾斯培，也传出讲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土安全部的高层，拢可能被开除。CNN 分析，落选的川普正伫咧失去共和党人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香港，香港昨阁增加6个人确诊，而且有4家走踪的客厅社司机去画到，有的病例阁找无感染源。有专家就烦恼讲，香港的疫情可能会阁再压起来。另外，香港的小学甲幼稚园有100多个人登呼吸道感染，所以香港政府就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小学甲幼稚园停课2礼拜。香港新冠肺炎的疫情压悬。
12公布感染源不明的个案有6例，包括5个计程车司机，还有1个香港宽频的职员。13个公布新增加6例，其中2个感染源不明。专家烦恼讲，接落来恐惊会出现第4波疫情的高峰期。尤其是计程车的司机，真接伫咧无共地区行线，属于高危险的行业，恐惊会增加社區傳播嘅風險。會唔會去到第4波啦？我哋其實呢個可能性都存在嘅，因為你睇到佢嗰啲源頭不明個案咧，都係喺唔同地區出現，咁呢個係令人擔心。啲的士司機都係唔同地區啦，佢哋又接咁多客，你都唔知道佢喺邊度感染。香港運輸署宣布，12至18針對計程車的司機做新一波免費的檢測。這個運將會當去4個指定的加氣站提免費檢測的工具，當去處理家己採集大後喙內的樣本，到當去了後，48點鐘內就會當收到檢測的結果。不過，公衛專家認為講，自願參與檢測的人並無多，呼籲政府對危險族群愛做強制檢測。香港過去這1禮拜，佇國校還有幼稚園有129例等呼吸道感染的病例，攏總影響到1540個學生，82間幼稚園還有幼稚中心，甲42間小學。香港衛生局緊急宣布，幼稚園甲幼稚中心為14開始停課2禮拜。咁但係咧，大家理解啦，喺幼稚園或者係幼兒中心嘅環境，同埋咧係幼兒本身佢哋好細個啦，咁亦都係對自理能力咧相對性咧係較弱嘅。我哋認為呢一項嘅安排咧係有助舒緩咧上呼吸道感染喺幼稚園同埋係幼兒中心繼續傳播。香港累計有5437個新冠肺炎嘅個案，這1個月以來，香港嘅本土病例嘛出現新嘅病毒株。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證實，這個病毒株甲為尼泊爾入境嘅個案病毒株真相像。不過，柯樹昌認為講是進前境外移入嘅個案匯入去社區，無量早控制致死嘅。記者綜合報道。轉來關心國內消息，行政院發言人丁一鳴進前講台北市牛肉麵比賽一間奪冠軍的店家是用有正肉精的美國牛肉，影響到濟牛肉麵店的生意。國民黨的立委就要求丁一鳴按落台負責。不過行政院長蘇貞昌是認為講丁一鳴已經回釋了啊，昨暗蘇貞昌閣甲丁一鳴做伙去麵店食麵，閣再回釋了。有正義才會進步，我都可以理解。好，謝謝大家，謝謝。行政院長蘇貞昌帶着行政院發言人丁一鳴一起向頭家握手謝禮，兩個人出現在邦橋這間得到冠軍的牛肉麵店，就是因為丁一鳴進前在記者會點名這間牛肉含有萊克多巴胺，和店頭提出證明來反擊，而蘇貞昌也親身來出面。業者如果有任何困擾，我們也是覺得很抱歉。我會要求我們的同事更小心，戒慎恐懼。也請大家放下。蘇貞昌甲丁一鳴這人大嘴食麵，也一直真懊惱。而蘇貞昌也特別佇代表冠軍牛肉麵紅布條頂面來簽名，也感謝店頭無計較，最後要送紀念品展現心意。很快樂滿滿，然後講吧。哦，謝謝，叫我意思誒。丁一鳴引發的牛肉麵紅鋪，就算到店頭下市咧，也開39000塊買100碗牛肉麵，卻是怕統一偏好，紅懷疑用公款買。我其實是想要把那個訂單給老闆當一個見面禮跟他順便跟他致歉了。但是我因為出門前沒有講清楚，所以秘書在登載的時候就習慣性的放了統編。但是其實這一筆錢是從頭到尾我都說要自己出啊。年輕人也像任何人一樣，難免會犯錯。我們覺得已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蘇貞昌出面替講話，也一直向店頭下市咧，希望爭議盡早落幕。記者綜合報道。經過17年，中油總算佇非洲挖到石油，不過所有風聲講，合國的華信能源唔但有債務危機，佮想要甲股份轉予有中國解放軍背景的集團。經濟部甲中油出面背會，經營權要是中油的。也若是即馬人挖到石油啊，民眾就好奇講，國內汽油敢會降價少？中油表示，平常時啊線賣未改變。中油佇非洲查德經過17年探勘成功，今年初頭一桶的石油誕生，10個運上油船，有加12個初，頭一批大約100萬桶石油就到高雄港。不過卻是傳說中油中國合資的華信能源，那在今年申請破產。因為經由移轉股份，和有解放軍背景的金地能源集團想要來牽制經營，引發外界質疑。經濟部甲中油出面澄清，愛大家免煩惱。這個案子中油跟我報告，主導權是我們中油。
对于我们的经营权，我们是有好几层的这个保障，包括我们跟查德政府的这个矿区契约，包括所有合作公司之间的这个联合经营协议，还有包括在最后跟华信之间的这个转让协议里面，都是明文的去订定说，台湾中油就是这个矿区的经营人。中油强调，到即阵为止，中油拢是查德矿区的主要负责人，外团华城能源可能会破产，并且甲股权转卖。也表示，即阵掌握状况无即个信息。即阵头一批油会对查德运转来台湾，成本大约是300万块美金，外界质疑成本伤悬。不过中油讲，这是为了提升台湾的能源自主度。到国外努力的最主要的目标跟宗旨，就是希望可以取得国家的一些油气的资源哦。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探勘成功，能够把这个油运回来，这对我们来讲，它显得意义是非凡的哈。你若顺利甲油运转来，国内油价是毋是可能来调降？中油回应，甲每年大约采买1亿3000万桶原油比较，即摆油量无算多，加上原油本来就有长底约，配合采买甲国内油价公式规定，所以运转来原油袂牵涉国内油品的价格变化。记者自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连国内正大间的旅行社东南旅行社昨夜宣布要裁员170个人。旅行业的协会就讲，无通带团旅游出国根本就无成立，而且国内市场竞争会有愈来愈多旅行社来裁员。办公室内底，东南旅行社的人员也是真专心在上班，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旅行业是受到真大的打击。东南旅行社13证实会裁员15%，170人，员工对疫情发生前的1400人，剩无甲1000人。东南强调讲，公司已经硬冻一冬，虽望政府纾困，不过员工的人数真多，帮助是真有限。佮加上海外业务全面停止，敢会当裁员。现阶段而言，15%是经过内部的评估之后所做出来的决议。所以会先依照这样的目标去做执行，经过今年整年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评估，才会做这样子的人力精简的动作。面对毋知当时才会开放边境，真侪真有名的旅行业者来兼做卖农特产咖啡，也是开面上顶顶的副业，不过也是未堪折。小连续开始裁员，除了东南旅行社以外，5号旅游裁员要2100人，嘉义旅行社裁员一半，鸿鸿旅行社是裁员超13040人，华航旗下华旅等等的旅行社是宣布停业。观光局统计，到10月底，至少有超过70间的业者解散还是停业。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隐形的失业，跟员工商量好，可能就是三天上班，2天不上班，就是1个礼拜可能少2班或少3班，那他的这个薪资呢，当然自然就会打折。这个部分不会呈现在任何的数字上，甚至你去看公司呢，可能已经搬到了商务中心。协会表示，海外旅游停办了后，业者转向国内旅游竞争是真激烈，利润阁真薄，无法度维持大型的旅行社。佮加上交通部纾困的后续方案未扶持，虽望业者期待政府会当赶紧推动旅游起步。不过以别流来激励，若是落尾会当做量力嘛无够。嘛坦白讲，景气若是阁继续遮尔歹，大型旅行社的裁员会愈来愈多，甚至是人员可能会剩一半。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对10月17开始停止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自公费流感疫苗，到今已经得要1个月啊，也无重新开放消息。不过嘉义市的疫苗剩1000多支尔，真侪民众都会烦恼做袂到，而且嘛烦恼讲，就算开放了后，传好疫苗嘛会无够量。爸母带囡仔来卫生所注流感疫苗，原本一开始真侪人抢要来注。但是因为发生有人注射了后无爽快的事件，这阵仔来做的人有变较少。因为自己打就没有什么反应啊，就带小孩子，想说小孩子打第1剂也没什么反应，想说带他来打第2剂就还好，这样就不会有想太多。卫福部伫10月17宣布，新办正予50至64岁民众使用公费的疫苗，到今已经要1个月啊。真侪民众搁咧等开放，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讲，如果订购全面开放，当初已经传好的疫苗，可能就会无够。就是因为我之前就预约公费补助的部分，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想说要赶快把那个保留的名额使用这样子。在这个50到64岁的这个族群哈，因为整个国家的政策就是先暂停来施打哈。那如果真的你有慢性的疾患，你觉得
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有自费的市场可以施打。那目前我们的99000多剂呢，扣掉我们已经要控流给社区，然后给学校的之外呢，目前还有1400多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有过采购疫苗，目前嘉义市疫苗使用的比率估计超过40%，要避免群聚感染应该是无问题。而且疫苗其实唔免人人拢需要做，挂水安定洗手，才是预防症头上好的方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彰化八卦山风景区的银桥水墙是当地真有名的景点。不过这几年因为欠雨水，彰化县府改用自来水。不过今年水情同款无介乐观，若是搁用自来水嘛无妥当。文书专家就建议讲，用循环水的方式保留当地基地。水波电管冲落来，边仔有一条溪，看起来真壮观嘛，真亮丽。彰化八卦山风景区内底银桥花圃是当地基地，嘛是一个必备景点。毋过最近因为欠水，后来遮游客真正是做失望的。来这里走一走，其实还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这个飞瀑，好像就画龙少了点睛啊。民众讲无看到，真正是做无奈的。毋过水池长期无水得流，内底嘛积真侪物件，原本的溪嘛大窟窟。这原本是八卦山喷泉的所在，最近这几年水量减少，就算讲抽地下水嘛无法度补。彰化县政府自2001年开始用水道水来代替，毋过成本是真高。循环的过程中，水会有一些溢失，好，然后包括那个回抽跟那个过滤的一些设备的一个电力，好，然后以及设备的一个损耗。彰化县城管处表示，水电成本逐个月要到20多万，落尾甲水用循环的方式，伫咧电管的水池循环。毋过最近因为水情紧张，原则上是1点钟运作一摆，但是水量也是无够。在地文书专家建议讲，以循环自然水的方式来运作，甲喷泉基地保留落来。它都会自然涌泉啊，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自然涌泉？最主要是植被的关系，里面开花了，没有办法涵养水分。文书专家表示，因过这个所在伫咧台地交界，水的来源真济。毋过最近这几年地下脱水量是愈来愈低，人口增加，互水管变少。建议讲也是会当互水保持有得流震动，正做在地发展见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番仔路庄有3合院100年的土角厝分楼顶顶，毋过居民甲建商因为土地所有权有争议，经过40年拢无处理。最近却因为建商用法院的命令，要求爱甲厝拆掉还土地，300外的居民就去台中市政府点情，希望会当用历史建筑的身份，甲这寡厝保留落来。一个80岁姓吴林的阿嬷，一开喙就真激动，规日希望台中市长罗秀燕会当甲因斗相共，甲因已经住5代人的厝保留落来。30外的台中市太平区番仔路庄的居民，13去台中市政府点情，不过市府以市长无伫哩做理由，拒绝居民入去，双方怎伫咧遐杀来杀去。100年建物，它必须要留下来。我们只要去申请，我们现在还在申请当中。历史建物是不能拆的，今天不能让财团横行霸道。台中市太平区番仔路庄有12间正新户梁，还佫有100多年的土角厝烟楼等等，甲真侪间台湾农村聚落早期的建筑物，伫咧都市内底。文书工作者表示，聚落有保存的意义。遐若居民甲建商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已经诉讼46年啊。最近建商以法院执行命令，要求因爱拆厝还地，居民呼吁市府出面斗相共。做成一个文物馆，让很多下一代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可以了解说，咱番仔路庄以前的故事就是安尼来。依照文资法的部分的话，所有权人可以申请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嘛，是说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所定义的古迹的指定的基准或者历史建筑登录的那个基准啊。台中市文资处表示，民众有权利申请保存历史建筑物，不过审核有一定的程序甲标准，会依法行政来处理。市府抗议结束了后，居民扫落来去建商遐抗议，也若建商是无愿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东北风甲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气象局现主是对宜兰、嘉南、台北发大雨特报，各地嘛爱提防大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
中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8度到25度。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